星級論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咁我係 Alan 啦。咁上個禮拜個教訓就方向睇啱噶啦，都偏淡噶啦。咁奈何就係嗰個止蝕位可能近咗少少咧，就好容易會打到嘅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嘅個波幅都會偏大翻啦。咁所以今個禮拜其實去部署一啲淡倉都可能 set 遠少少嗰個止蝕位，或者去 set 翻緊啲個買入價。美團啦，咁亦都係叫做成個升浪裏面偏弱嘅一隻啦，亦都見得到5月份嗰個期權淡倉都幾進取嘅，咁亦都係有唔少嘅金額喺入邊嘅，咁而佢亦都見到個反彈裏面咧，連10天線都掂唔到咧，就掉頭向下，咁所以其實都可以164蚊附近部署翻一個淡倉啦，咁個止蝕位就擺翻上面，可能172蚊到咁8蚊啦，咁下面咧其實都可以望翻可能10至10零蚊咁樣嘅水平嘅，咁可能都跌穿翻個頸線158咧，其實都會落到去150、148附近嘅啦。咁其實都有接近1:2嘅值博空間，咁我覺得都係偏弱嘅。再加埋其實佢個 MACD 而家階段4嗰度咧，逐步拉闊緊啦。咁我自己都會去部署翻少少淡倉啦。咁你新翻都持有嘅，咁可能大家都可以考慮下。根據 Alan 短線睇淡美團嘅部署嘅話呢，可以留意翻我哋升展一隻中短期嘅美團 put 輪。編號咧就係呢個29620咧，屬於輕微價外嘅中短期 put 輪嚟嘅，咁所以咧敏感度都非常之高，行使價係145.7毫八，唔夠1成價外嘅。今日6月初到期啦，俾到實際槓桿都會6.5倍，時間嘅損耗咧大概每日1.7% 嘅。咁而美團大概164蚊做一個參考位置咧，亦都係近排反彈嘅阻力位置嘅話咧，29620對應嘅輪價大概就係5仙8嘅。如果用翻148蚊做一個下跌參考價嘅話咧，對應29620嘅美團 put 輪，假設持貨一個星期嘅時間值損耗同埋引申波幅不變啦，29620 put 輪嘅理論價錢大概1.04毫，咁對比翻頭先大概164蚊嘅參考價錢嘅話咧，潛在嘅升幅有接近8成嘅。